咁我哋可以討論埋一個問題咧，就係如果美軍轟炸嘅時候，有啲咩地方咧平民應該要避開？我覺得其中一個位咧，我女朋友係港大畢業，佢頭先提到一個位咧，就係咧，如果打仗嘅時候咧，就港大學生千祈唔好返學校，因為解放軍軍營咧就喺港大附近。咁我諗除咗港大之外咧，浸大嘅同學仔都要小心，因為浸大嘅解放軍軍營都係喺浸大隔離。我哋嚟啲技術討論啦。Justin，咁我想問咧，就係如果係要 Sir bomb this， 如果我哋要為美軍唔係帶路啦，而係去指引佢去空襲目標啦，咁你研究過譬如講美軍係有啲procedure，譬如講 line 9 line 嘅一個做法，就係去指揮方向啦。咁你認為我哋要提供民間，我哋提供邊啲嘅 intel 足夠咁去指示美軍轟炸，咁會係最有效果咧？我反而覺得香港係唔需要。即係香港其實好搞笑嘅，佢哋可能大家冇研究過，但係其實香港佢所有嘅軍事設備係冇一個係秘密嘅。全部都係你網上揾得到嘅，甚至乎因為香港冇中國嗰個，即係其實大家可能即係海外嘅唔知，但係中國嘅 GPS 其實全部都係扭曲過，你撳一個 exact 嘅 coordinate 係會唔同地方嘅。咁但係香港冇呢個平撇，係啦，所以甚至乎咧，你可以上網維基百科都有，即係去昂船洲軍營又好，去添馬艦個軍營都好，你有個 exact 嘅 coordinate 可以查埋出嚟，所以變咗其實我覺得即係，與其話 Sir bomb this 咧，甚至乎唔使佢哋自己搞掂都得添嘅啦。係啊，但係僅限香港係啦，因為香港係處於一個好微妙嘅地方。立法會係有解放軍嗰啲圖則文件嘅，係起之前我記得係要通過咗立法會通過，所以嗰啲由圖則到去嗰啲用地係有提出過。但係有啲可能隱蔽啲嘅位，譬如講係據講中聯辦係咪中聯辦解放軍五角星大樓，即係香港嗰個咧，你見到好膠用 LED 燈嘅，有個 LED 燈嘅嗰個五角星大樓咧，俾人講佢底下係有個秘密通道通去立法會嘅，隨時可以係開拖。咁呢啲就可能要 Sir bomb this。好啦，咁我諗嗰陣時可能直接連個立法會大樓都炸埋添咧，你諗下，即係呢啲咁嘅，即係政府職能嘅，即係咁重要嘅地方，佢唔炸係傻嘅咩？所以應該係立法會大樓，即係隔籬嗰個解放軍總部，即係特首官邸呢啲添，即係呢啲全部都會俾人轟炸。係啊，所以其實呢啲咁 open source 嘅嘢就唔使諗噶啦。咁我哋可以討論埋一個問題咧，就係如果美軍轟炸嘅時候，有啲咩地方咧平民應該要避開？我覺得其中一個位咧，我女朋友係港大畢業，佢頭先提到一個位咧，就係咧，如果打仗嘅時候咧，就港大學生千祈唔好返學校，因為解放軍軍營咧就喺港大附近。咁我諗除咗港大之外咧，浸大嘅同學仔都要小心，因為浸大嘅解放軍軍營都係喺浸大隔離嘅。咁如果係嘅話咧，城大都係，雖然講就係講個誤差率係得個即係大概5米左右，咁城大學生都唔好返學會比較好。但可能中大又安全啲喎，但係唔係喎，中大又有 server 喎，中大係有嗰個係連接成個香港國際通訊嘅 server， 咁中大又唔好返學啦。咁諗下，咁係咪即係所有大學都唔使返學啫？係嘅，所有大學都唔使返。其實係㗎，係㗎。你諗下，其實我喺呢邊美國讀書嘅地方，即係普渡大學，其實都係啦。即係我哋睇過一個就係喺美國頭100個俾俄羅斯即係核彈對射嘅時候，頭100個目標，我哋普渡大學榜上有名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隔離有個機場，係啦，我哋學校有機場，而嗰個係軍事目標嚟嘅，係炸得嘅。所以調翻轉頭，香港赤鱲角又唔使去赤鱲角嗰邊啦。哎呀，打仗嘅時候冇得去日本，冇得去日本啊！台海打仗嘅時候冇得去日本啊！遊輪假期都唔使諗啊，啟德郵輪係啊，啟德又大爆炸，啟德就係大帽山都唔使去行山啦，上面個雷達站同埋有石崗軍營。咁香港全景似乎又冇乜地方冇乜地方要點講都睇佢精度咯。因為我唔信荃灣
雖然係近大帽山啫，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精度會差到，即係我住海濱花園嘅，突然之間有粒原本係打大帽山嘅，即係導彈打落我屋企度，我又唔會太擔心。係咯，即係因為其實好直觀咁講句，呢啲嘢喺香港其實係全部一嚟 open source 好精確，二嚟全部都好叫做距離民居都算係足夠遠，咁所以變咗其實最安全就係你留喺屋企啦。若果唔係特別近呢啲軍事設備啊呢啲地方，你都係留喺屋企算啦。其實有個做法係倫敦大轟炸嘅時候咧，啲人係會留喺火車站，留喺香港唔得，地鐵站啊嘛，係嘛？係香港唔夠深，太 shallow 啦，係啊，呢個都係。莫斯科可能得，莫斯科可能得。莫斯科嗰啲係全部當係即係轟炸堡而去做嘅，所以莫斯科一定得。但係都有一個例外嘅，就係因為如果係香港嘅 case 嘅話咧，其實理論上咧好有可能會做到好似以色列咁樣，就係轟炸之前會有先有通訊同廣播。咁除非就係即係除非美軍裏邊有啲以色列人啦，或者義軍嘅 operator 啦，如果我理論上係應該唔會轟炸學校嘅。咁義軍係 well you say that 你又唔知大學會同解放軍有啲咩合作，你又唔知佢裏邊有啲咩軍事機密研究喎，係咪先？就好似我哋普渡大學都係一個即係美國國防嘅重點合作對象啊，係咪？你又唔知香港科大會唔會同解放軍有合作，搞緊武器研發添？咁科大比較危險啦，確實。冇講。冇翻科大。Intel 都知道就係科大確實 connection 比較多啲。係啊，所以最安全都係留喺屋企啊。只要你唔係住得特別近嘅話，你就留喺屋企算啦。同埋自己唔係權貴，即係有啲人都自命不凡嘅。即係尤其是我諗最近要特別小心，可能係明報啊、大公報啊呢啲重點報紙，佢哋最近講咗好多一啲。發表完啲委令之後，自己要自己 defend。我諗佢哋而家係我又唔擔心報紙會俾人打嘅，因為其實報館暫時嚟講都冇一個先例，就係專打報館。係啦，好，一定要翻轉嘅，如果一定要完我哋。一定要完啦，係一個時間嘅問題。嚟到呢度咧，都係講翻嗰幾句啦。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Thread， 甚至如果閣下有心請我哋飲杯咖啡嘅話，Buy Me a Coffee 所有嘅 account handle 全部歸於一統 LateDayPod LateDayPod 噶，歡迎開放討論。我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多倫多或者美東時間晚上9點後呢個 Spotify 提供影像直播啦。嚟我哋會每即係逢星 ，sorry。我再讀多次。好，嚟到呢度咧，都係嗰幾句啦。我哋嘅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甚至如果閣下有心請我哋飲杯咖啡嘅話，Buy Me a Coffee 所有嘅 account 嘅 handle 全部歸於一統 LateDayPod LateDayPod 噶，歡迎開放討論。我呢個節目每逢星期三多倫多或美東時間晚上9點之後咧，喺呢個 Spotify 提供影像直播啦。我哋會喺星期四、6、1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，即係香港時間星期5、日2早上8點啦，喺 YouTube 分3節播出嘅。同時喺各大 podcast 包括呢個 Apple Podcast、Amazon Music、Audible 提供聲音版本噶。呢期離地博係2026年3月1號多倫多時間晚上9點，洛杉磯時間傍晚6點，即係香港時間3月2號早上10點錄影嘅。再次多謝阿 Louis 同 Justin， 多謝兩位，多謝晒，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